云林古溪一个桂林社区，为着要推广茶文化，社区设计出为挽茶、做茶到食茶完整的体验，要让民众对台湾茶有更较深的认识。民众欢喜来挽茶，虽然天气有淡薄仔烧热，不过因为真罕有机会会当亲身来挽茶，所以因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有去茶园里面采茶，蛮好玩的，只是蛮辛苦的。哦，辛苦的点在哪里？就一边采茶的时候会有蚊子啊，然后非常的热。古溪桂林除了特殊有名，这茶米品质也介好。为了推广桂林茶文化，社区请在地经营4代茶行，带游客到茶园内底体验要安怎挽茶。采茶部分、晒茶的部分，还有室内萎凋，还有整个乌龙茶的制成的部分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，不能让它就是失传，还是说让它消失不见。一般的制茶好像喝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，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其中的辛苦。采了这么久，才采了几两的茶叶。挽茶了，还有社区特别传的茶米创意料理会当吃，对挽茶、做茶到啉茶，甚至会当食茶。这个完整的流程，希望让民众加一个带囡仔耍的选择以外，也会当对台湾茶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